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神。今仔日要来讲咱台语台爱注重的代志。代志对草仔粿开始讲起，我讲草仔粿，你讲草仔国，我听到无？拜托你一定马上爱改掉草仔粿，甲改好。改掉一定爱强迫你的员工。讲我照着，讲我好。那么优先的台语环境是好好好，还是好好好？今仔日老师、专家甲学习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柯惠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阮剧团行动员组长曾庭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台语路共学团的讲师张允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学生陈连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看。这是为了什么代志？两项，这是台语家庭计划有真济丰富的活动，嘛有一寡台语比例无达到公告标准的，亲像顶日啦，桃园市文化局请布袋戏团来演出，去到庙里后人。那么图书馆来讲故事培训的课程，对民众讲台语的比例无够，足失望。另外，手切茶。品牌店员呢，用华语讲草仔国，因为小编却回应讲，唔是所有的人生活语言拢是台语，嘛引起了讨论。为着要加强台语的传承甲使用，2024年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起稿，毋过嘛出现一寡状况，像顶日啊，桃园市文化局请布袋戏团演出，互民众批评欠缺台语意识和台语比例伤低。看完之后拨头发，你仔细看哦，它会侧个45度过来。最近苗栗后人镇图书馆也互民众指出，你讲故事培训的课程，台语比例干那1%，民众表示真失望，嘛讲这毋是头一届，捌甲图书馆反映过，嘛是无改善。讲阮参加过的是，台语戏剧营，伊是定50%，老师会当讲到95%。台语故事培训，伊是定60%，实际上。就是全华语，就是安尼落差。目前苗栗县咧做台语家庭计划的主管单位是文管局，因表示针对活动无够周知的部分，未来会照文化部的规定来落实。文化部是回应讲，今年9月有新的公告，针对国家语言所为资源网顶的活动，台语比例爱写明，而且上无爱有60%。有台语团体表示，推广台语袂当因为惊人听无，就毋去要求，若无永远无法度创造台语环境。这种烦恼，咱拢会当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咱就是爱去突破这个独纯华语、全华语的这种氛围。未来不管是什么款的演出、什么款的活动，会当落实迄个正面的台语形象，甲较完整的台语比例。若最近手一地品牌店员用华语讲草仔粿，便咧煞回应讲，毋是所有的人生活语言拢是台语，语言只是沟通的一部分，引起大家讨论，嘛互搁较侪人思考语言平权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这下晡4点拄好来讲点心吼，其实啊，毋是要来讲点心，这真正点着你的心啦。我手头摕的就是这间店面吼，因的这个手切茶，顶头哦明明白白写台湾情，内面哦一寡吼，可能对于就这个行销的人来讲，这就是叫做台湾的元素，哦，后波波摩佛啦，因这认为讲这是台湾元素啦，后迄个台语字啊吼，啉啦，吼，有这个戆啦，吼。各式各样后食啦，后过，结果这内面吼，我即摆毋是咧拍广告吼，伊这内面啊，15块、15块啦吼，
伊的这个拼音顶头就写草啊粿，吼啊，这汉字写做草，吼草啊粿安尼。点完袂晓讲，吼还是讲袂熟悉，啊就讲草仔果，啊引起讨论。这有两个赞处，第一个赞处就是讲，店员有必要每一个人做员工训练到，你上无爱甲你卖物件爱讲得好嘛？这头一个，这是行销的观点。第二个就是讲，啊，你这个顶头写台湾情，你哪会挂羊头卖狗肉？吼，这袂使。啊是干那袂使，还是讲甲念一下，还是讲袂使？你以后来改正，啊来抵制，创甲安尼。讲爱甲抵制，老师，你认为讲这寸笑要安怎来留咧？哦，今仔这个代志其实吼有几个赞处来看。第一就是讲，这个店员伊一定听有，因为人客是甲伊讲草啊价，但是店员甲伊回应的时阵是讲中文，吼，就表示其实伊是听有的。啊，过来就是讲这个编辑的回应，佫开始讲着讲啊，其实吼有人听无台语啦。啊，你若是吼叫伊讲台语吼，对客人讲客话的人，也是讲原住民哦，拢足无尊重啊！啊，华语就是大家拢足普遍的语言。吼，即款问题伫咧遮，但是这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讲，你若是干那一项物件，讲草啊价，你无一定爱生活中拢使用台语，你才会晓讲即个词啊。啊，无咱去点咖啡，咱是点 cappuccino， 咱干嘛讲意大利的话，大部分的人袂晓讲嘛，所以这毋是问题。啊，但是谁哪有这个代志，应该就是讲，这个店员就是像主持人拄仔讲，伊感觉袂熟悉。啊，谁哪袂熟悉？因为确实咱即摆的生活拢是以中文为主，吼。但是这间店伊阁有放足侪咱伊感觉的台湾元素咧内面，所以这件代志本身就是一个真好，咱会当讨论的代志。这间店认为讲放台湾的元素咧内面，人客会较爱。啊，确实嘛是，足侪人拢是看着讲，迄是即个足台湾的物件，所以嘛是足爱去的。吼，那既然是安尼，你是安怎个无爱放较侪心伫个即个你的即个你就是讲你毋好甲台湾元素，敢若是当做一个你的行销的物件，安尼会互即个人客感觉讲，你是毋是咧会互人客感觉足伤心的啦。我哪继续去？对，所以这是一个语言态度的问题。台语应该是台湾上足普遍的语言，那中文无来台湾，即马中文咧做的代志，应该是台语咧做的，伊是共通语嘛。啊，但是因为咱过去这差不多20多年的政治，伊甲台语甲伊当作敢若外国话，连咪当作外国话咧看，连咪个当作是哦，咱台湾人足大的即个感情的即个所在，所以才有即种冲突。啊，我感觉，所以这个代志，咱若是讲后摆要安怎处理，主要还阁是，互大家、互台湾人对台湾的无共的语言，中文、甲台湾话、甲客话、甲原住民话，这无共的语言，伊无共的状况，应该爱了解。过来就是讲，爱互即个搁较侪人知影讲，毋是看到汉字就干那会当读中文啦，吼，假的即字就是做台湾话的字。啊，另外一方面是毋是会当甲抵制到爱到甲抵制即个程度嘛？这当然就是爱看即间公司伊到底是啥物态度，但是目前咱袂当了解啊。啊，但是这都是消费者家己去决定。咱今日会来讨论这项代志，就是讲，咱当然譬如讲，他柯老师所讲，啊对啊，你就上好，你既然你的 target 吼。你的 TA， 你的目标就是台湾情嘛，吼，啊，你就头到尾你就爱做交文，吼，这自然的。啊，你做无交文，我会当甲你批评，但是必须要到要安怎的程度，叫做甲批评，还是讲无爱甲落死，敢就爱安尼，还是讲，因为我看下骹有真侪留言哦，哇，写甲真气噗噗安尼哦，气甲安尼，这小等我先问一寡。较少年囡仔来唔再回头来，蒋老师来回答。好，那么这个组长，你认为呢？因这摆的态度，譬如讲，你咧做表演的时阵，吼，当然，咱阮剧团就真明白，
咱内面就是拢台语，你听无的人你就真歹势，吼，你走唔着，吼，加是安尼啊。大家来买票的时候，已经知影讲要来就是要来欣赏。那么你安怎来看待这个手册地这个代志？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一开始就是想着讲，若是我咧，若是我去消费，我拄着这件代志，我会安怎处理？因为其实毋若是这间店嘛，我家己其实伫别间店，可能嘛有拄过我讲台语，对方回我华语这个情形。啊，对我来讲，炒仔粿，伊若是回我炒子粿、炒仔粿，我可能后摆我共款的讲我熟悉语言啊，我共款会甲点炒仔粿啊。我要点炒仔粿，我可能安尼讲一个月了，无得甲伊后个月听久啊，伊可能嘛有回我炒仔粿，我先真乐观安尼想啦。啊，另外一方面，若是我感觉因若无解无用，我可能嘛会讲，嘿啊对啊，你讲炒子粿、炒仔粿，这是台语叫做炒仔粿，你看恁菜单顶悬嘛有拼音嘛，我甲伊分享即个概念。我感觉这是人甲人之间，真自然的交流，真自然的交流，这是我会当做会到的代志。安尼就台语大赛啊！这是我家己，若是我拄着，我可能安尼做。若是不管是，譬如其实即马真侪店号吼，店面人因拢真强调讲，哇，这是台湾菜啦，安怎拄安怎。但实际上，咱如果若认真去检查吼，其实有诶拢假包诶，吼，假包诶程度不一啦。有诶是有心去学，但是学得歹啦。啊，有诶是安尼，小甲你捽一下安尼啊。啊，像这真好讨论。但有诶就认为讲，这个波波模糊那是台湾。哦，这是华语啊，这哪算作台湾？啊，你安怎来看待这个波波模糊？我家己感觉其实像我家己学台语这条路介长。我嘛毋是伫头起先开始学的时阵，就知影，一出手就知影，就知影所有的概念。啊，比如讲，我真认同老师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来讨论，因为我相信伫网络顶悬即摆讨论遮大篇嘛，一定有足侪人，伊嘛是别个企业家，伊嘛是别人的员工，伊可能会想讲，我的店家内底，敢是我的菜单内底，嘛是有即款台湾味的物件。那伊为即摆经验发现讲，消费者其实会挂意即件代志。你会写炒仔粿用正字来写，佮会附拼音，刷来我嘛会期待你的员工甲我面对面讲话，这个人会当用台语甲我讲啊。这是伊会发现讲，哦，原来消费者会感受到这件代志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案例可能嘛影响到别个企业、别个店家去思考这件代志。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讨论的机会。嘿，这是我的想法。啊，那妈妈的角色咧？妈妈的角色。若是我看到菜单写作安尼，我会一定先叫阮囡仔来看。你看，伊写白话字哦，伊毋是写台语，写白话字。因为对阮来讲，我本地袂晓讲台语，啊学台语了后才知，原来台湾有白话字这种物件，而且台湾头一份报纸是用白话字写的，我就感觉讲，迄台语的台语的 level 佫无共款啊，佫较悬。因为敢若你佫较有意识，知影即件代志，我都一定会报互囡仔知。啊，毋过若是店员甲我回讲炒子粿，我会感觉足伤心的，讲老实话会，就看到有的囡仔。啊，你会从此买甲买？因为妈妈是较无爱啉即种物件，迄是高不离种会互囡仔小食一寡，啊，毋过袂常常食即个物件，对。啊，毋过若是阮其他，譬如讲我去其他的店，我若是甲大厨店遐有一间做有名的，迄卖啥，嘛是卖饮料的，哈，啊伊是卖澳油，我大概点澳油，迄店员拢听无，我都爱佮讲华语讲一届，我讲你卖这，啊你都毋知你这物件叫澳油，安尼毋足奇怪的，啊伊都拢无甲我应，啊我开去10摆伊拢听无。这嘛是一个真好讨论的这题啦，就是讲啊，伊顶头就无讲我是要甲你卖台湾味啊。我刚才写爱玉嘛，爱玉安这两字安尔。啊，咱当然咧看，因为咱是台语人，咱就看来学玉嘛。吼，啊，咱会当甲讲，你这小学玉嘛袂歹哦，这叫做学玉哦，吼，这台湾味哦，吼，台湾特有的，安怎拄安怎。你想，你甲囡仔咧学习这台语的过程当中。有真侪人可能互你意见，互你指导啊，甲你协助。你会当回想这个过程，
如何在一般的这个商业的环境当中，会当较自然去接触这种物件嘛？较自然哦，其实无法度，爱就拍命去做这件代志。比如讲，就算讲去菜市啊，嘿，阮买物件要用台语讲，啊，就看到两个阿嬷咧开讲，我就问迄个阿嬷，我讲阿嬷你敢会晓讲台语？伊讲会晓。啊，恁朋友敢会晓讲台语？伊讲会晓啊。我讲啊，为虾米你用华语开讲？伊讲对吼，为虾米？因家己无感觉呢，无自觉就讲家己两个会晓讲台语的人，啊用华语在开讲，啊，就是感觉足奇怪。你阮爱做出力的，啊，做拍拼找迄台语环境，互囡仔想办法，为着要互囡仔敢伫咧外口讲台语即件代志，我才开始改转台语。无，我以前敢若对囡仔讲台语，啊，结果请囡仔去问店问讲，这物件当时才有货。伊讲妈妈，我唔敢讲。伊甲我讲安尼，我才知影讲哦，安尼我做唔对啊，安尼我应该爱转台语。我唔管行到倒位，我都是爱转台语，互囡仔知影讲台语有困境，伊伫咧遮，伫咧台湾这个所在遮困难。啊，毋过阮嘛是爱拍拼做。啊，我做互你看，啊，你莫惊吓，妈妈陪你行，妈妈陪你讲。啊，这既然阮莫家己锁喺厝诶，阮互伊行出去，爱勇敢安尼。所以你认为这项代志优先的环境是家庭的责任较大，还是这个社会安排的责任较大？拢爱有，社会若是有提供这，阮就较轻松。譬如讲去博物馆、去美术馆，阮若是迄导览，也是迄顶头写的名，所有的作品的名，伊拢有台文，啊，拢有白话字也是啥物。啊，对阮来讲，就足轻松的。阮袂讲啊，阮要要求一个台语导览，安尼，甲你高价，啊，甲你拜托，啊，安怎，啊，伊就讲无，嘛有迄单位讲，你若是要台语导览，你爱另外交钱呢。我想讲，我头一载拄着这种代志。对一个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台北的科学博物馆。树林迄间。树林的吼。因为伊讲，因即马现主是。台北树林科学博物馆，吼，会提供台语爱另外收费。啊，这项代志，因为我所在是国立的，吼，这应该属于文化部所管的，吼，文化部，吼，这项代志啊，拜托恁小想看卖。因讲，即马人无够，啊无法度找到会晓讲的人。不要紧，我来做技工，吼，做义工，吼，哎，刷来我先听这个少年人，吼，伊咧学台语，吼，阮这个少年人其实是阮这个台湾新眼界的这个工作人员，吼。啊，伊嘛真拍拼咧学台语，吼啊，本地处理有咧讲，但是其实讲咧真少吼。你先讲看卖，那这个手册地吼，你以后会过去买袂？其实嘛是会啦，因为我家己是真重视这个台湾的传统文化，所以我感觉若是今仔日有人去重视这个。台湾的传统文化，我家己嘛是会去家己支持啦，对。啊，但是不管伊有过程当中有小失角擦，啊，你徛在鼓励立场讲，啊，你都要小改一下，安尼就 OK。当然改嘛是爱改，但是我是感觉讲，拢会用改的啦。我是感觉会安尼。啊，那你若去到迄个 counter， 去到这个卖茶。销售员，你啊叫茶的时阵，啊伊甲你讲华语，啊你要安怎应对？我家己是感觉讲，其实你这件代志，这个员工伊袂晓讲台语，我是感觉较无啥好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一幕日这个饮料店，伊的菜单内底就已经写了。罗马台罗拼音，啊，伊写即个台罗拼音，就代表讲，我是感觉即个企业有即个责任去教育伊的员工讲，即个菜单，即个草仔粿，啊怎念？对，我是感觉即个企业有即个责任。哦，所以爱甲督促啊。对，我是感觉安尼。爱甲督促哈。对，但是你还佫会甲支持的对。嘿，我是会甲支持，但是我是感觉。社会内底社会民众
莫用强迫的方式去叫大家拢爱讲台语，因为我感觉莫用强迫的。对，因为我感觉这可能会颠倒会有反效果。对。哦，这是少年人的心情啦吼。但是吼，一方面我马上就想到讲，如果你若无一个较有诱因的这个环境，或者是讲有这个必须要某种程度、某一个这个领域内面，必须要爱讲台语。我相信这个语言吼，是渐渐逐渐来死去。你若无某种程度较迫切的手段去处理啦，譬如讲讲一个，近摆我若甲拄着柯老师咱在咧讲。那么客家话、客话就客话委员会，是安怎台语无台语委员会、台湾文化委员会还是什么委员会都无啊，拢接伫文化部。柯老师。对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你若是为较好的方面，若是较好意去甲伊解读吼，当然咱讲啊，其实台湾人对台语的物件是有感觉的，啊无袂有。这间店的是足侪间店会放一寡台语字咧内人袂摕出来卖啦。所以咱是有感觉的，但是咱又搁即摆的做法，过去几落10年，先是敢若独尊中文，煞落虽然敢若有咧杀即个本土语言，但是搁家杀做敢若是外国话。啊，所以才会出现讲，大家对台语就有感觉，但是叫伊讲敢若是一个词，叫伊讲台湾话，伊就足碍拗。啊，搁有因迄个公司人搁跳出来甲你讲，哦，你毋免讲想要叫比阮讲即个台湾话，即个争议是变做安尼。但是这其实讲到倒来，都是态度的问题。啊，搁谁哪有即个态度？都是大家对台湾的目前的，应该讲对台湾实际上的语言生态无够了解，包括咱家己的政策嘛是安尼，所以就像主持人恁拄仔讲的，客话有专职的即个政府单位，真正是中央部会，啊原民语嘛有，但是台湾话拢无。啊，这是当然是2000年初期的时阵，咱拄台湾开始咧想要本土化，啊，迄阵当然可能是想讲。客话甲原住民的话，较严重吼，较危险，所以先设立。对，啊，但是救到即马变做是即个台湾话，毋是渐渐安尼流失，伊是流失甲足紧的。啊，过来就是讲，甚至变做是即个定你会发现讲，客话甲原住民的即个即两个语言的族群吼，甲对台湾话变做是咧对立的，已经甲上粗的迄个。想法已经无共啊！一开始本来应该是想讲，咱即寡台湾的语言，拢是因为迄阵的国语政策，互咱流失甲遮尔严重。大家平拢叫配合的。对，咱应该斗阵大家互相帮忙，咱应该复兴起来。但是即马煞变做安尼，我甚至我有当参加一寡活动，也是讲会议伊迄主题就是咧讲本土语言安怎，结果甲即寡拢台湾话、客话、原住民拢囥到阵。啊，规场会议拢是用中文咧讲，这是以中文来说是非常荒谬的代志。就是你这个语言，害阮爱有特别为着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这寡语言作为议题来杀。以别个语言做议题来杀，就表示这个语言伫这个社会受到足大的困难。啊，结果是安怎会有这个困难？就是你中文啊。结果你搁甲阮考到阵，阮搁爱搁讲你的语言，所以我讲这是政策的问题，政策无甲咱目前的语言这个语言生态看得清楚。语言生态应该是讲台湾话是台湾的这个共同语言，伫个中文来进前，80%以上的台湾人，差不多80%的台湾人是。台湾话讲母语啊，毋是母语的人，伊嘛会晓讲台湾话啊，因为这是共同语言嘛。啊，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伊本来就是地区性的，是较族群化。这所有的这个语言调查拢看得出来，到2020年咱的调查阁是看得出来。但是咱即摆的政策，甲即寡拢白斗阵的结果就亲像就是所以较讲使用者较少的语言，就会感觉讲你台语遐尼侪人咧讲，恁足强势。但是你若是甲中文搁放入来，向上强势，拢是中文啊。
啊，但是咱的政策啊，阁是一直拔到底，啊，这个拔到底就会影响到咱的民众对即寡语言的态度，所以上大的问题就老师，你会当比一下例吼，比一下例，互观众朋友当理解讲，政策拔到底是因平常时会当拄到什么代志，这就是政策拔到底所递出的结果。好，譬如讲，即摆的学校内面拢有一节课叫做本土语言。啊，问题是学校内面嘛有国文课，嘛有英文课。国文课你就知影是咧讲中文的，英文课就是咧讲英文的。但本土语这节课内面哦，若是家长拢知，家长拢有填过迄张单，几落10种，你才会当拣一种。好，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讲，教育部其实有咧说讲，咱即寡本土语言吼，毋nur干那是做一节课吼，嘛会当家己摕来做教学语言，听起来敢若真好。问题是，啊，只要譬如讲有一个老师讲，我会当用台湾话教数学，啊，阮学校内面有95%的学生嘛会当听台湾话，但是这个老师若用台湾话来教数学的时阵，你毋知影敢会有倒一个客话的学生家长跳出来讲，啊，你讲台湾话，你就是对阮讲客话的人足无尊重。但是其实无应该是安尼啊。但是咱的政策已经安尼已经几落10年啊，所以大家的这种观念就已经就是这个想法已经足久啊，吼，啊，就会才会发生即摆即个代志。啊，像即个可能有的人讲啊，不管咱即摆大家都是讲华语啊，你袂使讲强迫别人爱讲台湾话。但是我逐摆听安尼讲，我就想要请教讲，请问什么时阵有人会当有人强迫你讲台湾话？即摆的即个环境是台湾话是有啥物材料会当强迫别人讲？那有即个材料，台湾话就无即摆遮大的问题啊。连家己一个即个委员会，家己一个专职的单位都无，定迄政府咧开会吼，国家语言法典会议吼，啊拢是文化部咧顾，文化部顾台湾话会，敢若无顾着客话也嘛袂使。所以，即个台语其实是一个多数的劣势，啊，即个多数的劣势是即个政策阁加速伊的劣势，啊，即个政策阁影响台湾足侪人的即个对台语的理解，就会变做会发生即摆即个代志。变做吼，我定定感觉是台语变做是行销时阵的工具，吼，台湾变做是表演时阵一种符合歹势。我毋是咧讲阮剧团吼。我就是要问阮剧团，咱在以台语作为主要表演语言的时间当中，咱敢有即个找无观众的问题，还是讲票房也好，生存也好，乃至到讲政策对咱的即个帮助还是阻碍是啥物？台语的表演吼，其实对真侪人来讲，亲像我相信迄个老师。有人想要互囡仔看台语的表演，伊其实都会专工来找。嘿，啊，毋过我嘛想要分享一个经验，就是阮确实去，比如讲去国校内底，拄着囡仔兄恁仔姐，问因讲，恁敢会晓讲台语？吼，阮一开始会请大家举手，会晓讲台语嘛听有诶请举手，袂晓讲台语毋过听有诶请举手，啊，最后是你袂晓讲，毋过嘛听无诶，吼，请举手。伊有无共款的阶段嘛？啊，阮会鼓励因讲，其实即寡拢无要紧。你要看一个表演，你毋若用耳孔来听语言尔。目睭看。系目睭看，啊有歌曲，所以我会鼓励讲，你若是听无，嘛袂晓讲，但是你会当专心来看，大家阮的表情生做安怎，阮的动作有啥物好看的所在，你会当以后看卖咧。啊，表演了后，阮会鼓励讲，今日有啥物歌，你会当转去，甲你的是大人讨论讲，今日你为伫遮学啥物歌，你甲听有诶同学来讨论讲，恁拄则是咧笑啥物？所以我感觉，比如讲，真侪人会卡伫方法即关，我惊讲观众听无，毋管是功课嘛好，演戏嘛好，我惊讲观众听无法度来接受到我即个艺术，无法度来接受到即个作品，无理解，无理解，而且阮拢是想要推广台语啊，我想要互大家更较活紧的，我想到第一个方法定定是，啊无我华语讲较济咧，这是想到第一个方法，啊毋过
其实咱有足侪方法的，所以我嘛会想讲，即马其实足侪人会查讲，是安怎？你明明是台语家庭的点数迄个活动嘛，是安怎台语的比例无遐尔，无遐尔济。迄是老实讲，迄是足咸的。嘿，这我感觉等一下会当来讨论。毋过我看到的时阵，我会去想讲，既然即寡活动办了遮济啊，一定有一寡经验会当互即寡剧团，因咧惊讲大家听无的时阵，比如讲申办单位、政府的单位，安怎处理？嘿，你会当家讲，你这边烦恼阮办过足济啊，你会当有啥物方法？比如讲，你用一寡图片啊，你用啥物方法？这阮拢有经验来交流，来互相讨论讲，除了加讲一寡华语以外，一定有足侪方法会当做。嘿，我感觉这是政府的部门，阮家己咧现场，其实定定咧找找方法的时阵，会当做的代志。若像即种，你应该政府部门直接的是地方政府，还是文化局、文化部内面的官员？是倒一种？通常是我家己啦，我家己拄着就是到现场的时阵，我就是超工要叫你讲这啦。我的意思是讲，咱无即个专业的单位来处理这款代志，若无，但譬如讲客家委员会，因有专业的单位，虽然人力无够迄一回事，但是伊知影讲，这代志若发生，必须爱加强对倒位来落手。即摆台文是这个情形，就是哇，知影问题一堆，但是要找啥人？找文化部，文化部讲，当度我想看卖。即嘛是安尼，所以我要问讲，阮剧团，因为我知影讲，恁这真勇，20几档啊，真勇。但是其他若是初出世的即个剧团要活落去伊就真艰难哦。伊要安怎用台语、全台语来活落去？你认为有法度吗？其实阮家己要做嘛，无遐尔简单。我感觉首先内容。阮家己要做一个内容，要互观众看进前，阮家己拢爱互家己做一功课的。嘿，阮会请台语老师，甲阮即寡发音超好势，大家拢去互教对啦。嘿，才有法度甲观众来讲话。一开始，比如讲演出进前，阮要做台语的主持，阮嘛会去想讲，阮要用啥物艺术来做。所以对我来讲，即寡拢需要经验来累积。嘿，当然政府部门的帮赞是一款，另外一边剧团嘛爱有这个意识，阮爱各方去听讲观众的意见是啥物，可能学者的意见，阮的先辈意见是啥物，豆豆起来，其实嘛毋是，即马阮剧团20几档，迄嘛毋是一开始就做啊，拢做啊照着的，所以对我来讲，迄就是一个豆豆累积的过程。这还是要需要各方的资源啦。是啊。那么强项搁较是咯。嘿，对，其实迄委员会真正足重要的，一定爱有。阮大概参加其他的活动，发现讲原来原住民委员会有遮尔侪钱会当做这个物件。客委会有，为啥物台语的无？台语拢敢若靠文化部几个人咧创，阮想要找搁较侪资源，其实足歹做的。妈妈，恁即摆咧强项的时阵，你有即个公家的资源通好运用无？无，阮拢靠家己。讲老实话，拢靠家己。阮家己的妈妈，家己落去讲故事。你教材咧？教材家己做啊，家己想办法，拢家己想办法。哇，真买命咧！对，我家己的囡仔是自学生，为着想要互伊台语搁较济，互伊规个，因为我的囡仔，我希望伊也会晓。这个意思是讲，就算讲柯老师因时代的这个大文系要甲你学演，伊就无一定有这个资源哦。通好出手咯，对，无啊，所以你甲咱讲看卖吼，这要互大家了解啊，啥物叫台语家庭？台语家庭基本上你对这个语言你有感情，你想要用伊，你无想要伊断去死去。我先读互大家来了解这个文化部按下来讲你实际运用，伊讲提升家长甲民众的语言意识，提供家庭语言。学习资源，这2字我甲考起来，这拜托咱这部长资源啦，来，搁来，激发家庭成员强学台语动力，以加强台语复振强度，透过与县市政府以及在地民间团体
民间团体恁敢有？就是靠老师，恁家己啊，熟悉的老师安尼。哦，所以这民间团体是这个意思。哦，推广家庭台语共学，近日达成以家庭社群中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台语的目标。来，目标的规划，2024在2月推出，目标2026年4万户家庭透过参加台语课程与活动累积点数，会当兑换现金鼓励以及抽奖。台语学习家庭1月20点，每一人奖励500块；台语文化家庭1月20点，会当翕些拍摄成果底片了后，会当获得每人奖励金1200块。你敢有？有。其实我有想过，因为有的人可能就迄扣点数够啊，伊袂继续扣点，啊，毋过我嘛是会继续做，因为我想要知影平常时都有在参加活动的，阮即种家庭到底会当扣到偌偌对，啊，因为阮譬如讲阮查某囝，伊都即马哦，第2期都已经170几点啊。哦。对，因为阮有参加呀。妹妹有伫个无？有。妹妹170几点？对。啊，伊有想讲哦，插着，妈妈我要来换啥物？无，其实伊毋知。伊毋知这意义是啥物？对，伊就知影讲，阮平常时都是拢台语活动，阮干那参加台语活动，其他有活动喊咧排，就是讲台语的，啊袂歹，阮就去，对。啊，这你认为大家都有亲像恁安尼遮面子安尼，落去累点？有的人毋是真正讲老实话，真正的台语家庭。为虾米参加这个？是为着要互政府看到，阮真正有这个需求，拜托你爱办这个活动。啊，其他有的家庭是哦，阮都是豆豆有兴趣啊，加减参加。罔看。对，啊，毋过真正做拍拼的人，其实毋是为着这个点数，我是要互你政府看到，阮真正要参加这个活动，请你一定爱加办一寡活动，互阮有搁较侪选择。变做讲，我下死命甲你累点，毋是要换你，但是我要互你知影讲，我有参加，你都要加办，多办这代志。对。但是你有认为讲，除了累点以外，还佫有其他的方式，通好刺激，互大家愈来愈有这个正面的循环。就是公家机关，你爱有甲这个台语这件代志变做是正常化。你莫讲哦，我干那台语课讲台语。我其他的时间会讲台语啊，譬如讲，我真正非常，我足希望学校吼会当，譬如讲下课时间，有诶拍课读底10分钟的故事，你着下课时间，你着放迄10分钟，啊，逐工轮无共款的语言，着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迄故事10分钟囥落去，伊嘛有啥物叫啥物大下课较长的时间，你着囥一集，安尼你着会当改善。但是安尼都无。无学校有安尼做，学校做少的，做少的。哦，这我希望就统一啦，和柯老师来回答啦吼。但我先问少年人吼，你从几岁时阵开始回头来甲你的台语捡回来？其实我无所谓捡回来，因为我家己学台语是为细汉时阵和阿公阿嬷讲台语。其实我和阮同学啊，也是朋友、爸爸妈妈，其实阮都是用华语来对谈，对。啊，所以我家己是感觉我学台语的时间，除了阿公阿嬷对谈内底以外，可能其他就是听音乐啊，也是看一寡电视的节目尔。但是迄是你自细汉就会晓去找台语的歌来听吗？无。这应该是为高中以后。啊，你迄阵时意识是安怎开始会去激着讲哦，我要来听台语歌。除了讲遮个音乐足好听以外，我感觉重点就是台湾的传统文化，互我激发即个去学台语的即个想法安尼。对。啊，你人一般的。少年囡仔有人甲你笑讲，啊，你是石头坑去逼出来，你会去尊重台湾文化。但一般我毋是咧香港嘅嘢哦，就是讲一般的这个少年人吼，
在这个华文的环境内面，真强势的华文环境内面，其实要听就听什么吼，较主流的安怎，我毋是讲台语毋是非主流哦，台语有家己的苦练，你是安怎爬入去这个台语的苦练内面？其实，伫我的有的是讲啊朋友介绍，有的讲有一个好老师，有的是安怎，有的是阿公阿嬷带，你是。自然而然的就做伫内面。嘿，对。其实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内底，其实拢袂感觉学台语是一个足爽的，也是足无好的一件代志。大家就亲像我和阮同学，就是阮拢会做伙听一寡台语的乐团。你这是大学的同窗？高中的时阵。高中的同窗。即马嘛是。即马大学嘛是，好。所以大家人拢做者学生啊，拢愈来愈去重视即个台语的文化。所以若是如果你若毋是接受，你认为台湾的政府的政策，如果若某种程度来台语文化、台语语言来加强，甚至有政策的诱因，你认为对一般人来讲？毋是强迫，我感觉是，这是一个有一个诱因，互愈来愈侪创作团队会用创作更较好的物件。我感觉这会吸引更较侪少年人去了解这个台语的文化。我是感觉这是一个好事。我一直咧问的就是这社会功能区隔，这社会语言学内面有一个社会功能区隔、社会功能区隔。如果公务人员若要任用的时阵，你会晓讲台语，而且是中级，我就加薪2000块，吼而且你爱去你自我小解讲，我要来去这个会晓讲台语的地区，我来做公务人员，互你加级5000块，安尼来去帮站，安尼才是正班，还是讲无？这小学吼有人讲。哇！我要学的物件，东西你这边才坐着啊！这要安怎交转？伊也客伊也买。语言的学习是小学内面，还是其实幼稚园要应该安怎来破坏？柯老师，你先对这个开始讲起。语言的学习要看你是要学外国语，还是你本来环境内面的语言啊？啊，台语其实是咱环境内面的语言，只是伊困去啊。吼所以咱即马的做法，家己当做外国话来上，而且佫互外国话比外国话时数较无够，这是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上要紧的时候，就是拄啊，即个咱有家长讲嘛，台语正常化，就是讲爱互台语转来到咱的生活内面。目前的即个政策，拢干那是放伫文化部甲教育部，所以我相信即马咧看电视的观众朋友，一定有足侪人，恁会感觉讲啊，恁迄。听起来敢若恁较高尚诶，用迄寡什么字我都袂晓，吼，等等。啊，书写确实是需要时间慢慢啊，即个推广诶。但是咱即马袂记，毋通袂记讲，咱台湾其实有足侪人，差不多大部分诶人，大概80%左右人拢是听有，至少听有台语，而且足侪人其实是伊是会晓讲，只是讲会晓诶程度无共。所以应该甲即寡人诶台湾话，甲伊即个互伊叫好精神，转来到环境内面。台语正常化，大家拢开始讲台湾话，足侪人开始讲台湾话，事行拢会当用台湾话做的时阵，安尼台语的人口增加，自然即个语言伊就会当即个芳甲较好势，吼。啊，足侪有一寡人像我，则是甲台语捡倒转来讲的，我是有30多年，我拢无讲甲伊捡倒转来讲，其实这无偌困难都袂输，咱囡仔时代可能，咱有学骑脚踏车，但是无啥敖骑，啊，几落10年无骑，你搁家己定骑转来时阵，可能一开始会无知，但是你搁骑咧，迄袂记的，只是你无关系。但是咱即摆的环境就是无即条，无即个环境，就敢若讲，我无即条路互脚踏车去走，敢若纯汽车吼，即个汽车即摆就是中文，所以咱应该爱。咱的政策应该是爱为遮做，安尼到学校内面，你才较有可能去做沉浸式的教育，安尼即个语言才会正常，啊无永远就是去互。老师，咱即摆国家语言法内面对着台语无特别的描写嘛？无嘛吼。对。啊，第二个就是讲，
对着会晓某种语言的人，国家语言法内面，敢有规范更较细节的实行细节讲，哦，你若某种程度到了什么等级，我在即个社会大夫，还是即个公务人员的使用，什么拢有什么优待，拢无。无看的。就是伊有一个施行细节，伊内面是讲会地方会当制定地方通行语，这是一个好代志，但是到目前无一个地方要制定，因为你制定这个语言，一定会搁互另外语言甲你对，譬如讲，你若是看以前的这中文来进前的这个语言调查，以台南还是嘉义，遐的客语的人口可能才1%，但是就算讲安尼，你台南市政府内面是有客语会。你若踮遐讲好，我的台语的人口遮侪，无我以台语做即个通行语，因一定会烦恼讲别个语言的人要来甲我抗议，甚至讲公务员伊家己就认为讲，我若安尼，我就是无顾着语言平权，结果因要求的语言平权就是大家拢莫讲，大家拢是台湾人，所以大家拢莫讲台语，安尼才是变做咱这个政策做20多年变做是安尼，颠倒是互中文搁较侪机会。实在上吼，这一定要马上赶紧来处理哦。这尤其这2冬以来吼，国家语言法开始实行了，真侪问题开始浮出来吼。像咱头一开始的这新闻大内面咧，后人迄图书馆内面，迄就是我这一听就知影讲，迄1%迄足罕的，迄就是咧做的时阵也无人去看，做出来也无人去看。一直到发生了，有真侪人去提去救察了，才来看。看起来我所查到的资料，9个县市咧做这样尔。就是讲26个县市，大家就真惊啦。这9个县市免讲，我讲白，苗栗县吼，迄个海线咧讲台语啊，较济啊呢。伊要佫下死命佫巴家去做。咱嘛唔通个累死啊！就是讲伊算做有心啦，只是讲好心做歹事啦。但就在咱文化表演团体来看，到目前为止，还佫是文化部到有特别对着讲哦，恁是咧用台语咧演出的，所以我特别甲你赞助、甲你资源、甲你応援，到有这项代志。我所知影的其实。即几档拢有一个补助的方案啦，嘿，详细名字我有小可袂记起。毋过确实，因为比如讲，阮剧团其实是，就算无人甲阮赞助，我嘛是会继续做台语的代志嘛。毋过确实有熟悉一寡新的团体，因是因为补助的关系，所以因开始去想讲，那安尼阮会当试看卖，开始来做台语戏，嘿。所以我感觉即个补助的部分，其实是有鼓励作用的。嘿，因一开始嘛毋知影要安怎做台语戏，所以就开始问，开始请老师来顾问，讲我无做过，咱一开始敢是爱讲发音嘛好，还是剧本要安怎改？对，落手安尼吼。嘿，为倒位落手，对我来讲，这其实就算咱可能做出来的成果无一定到真赞啊。毋过这就是一个开始，就是虽然是一开始可能是为着补助。毋过，就是有一个机会，咱开始来熟悉台语老师、台语的资源。我试看卖，我无咧做台语的人，我来甲剧本安怎甲变做台语，这中有啥物咩角角，因拢爱定学。所以，伫我的迄个我熟悉的代志内底，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较正面的机会，互搁较侪人，毋管最后的成果安怎。嘿，有做到几趴？若是去到校园内面去演出，这又果是啥物机缘，还是啥物机制，互恁会当参与到校园甲学生囡仔来活动？其实像阮剧团，阮家己来讲，其实嘛是家己找经费，搁有人来迄个民间的赞助啦。因为阮有一个计划叫做小地方嘛，小地方这个计划。好家在台湾不输。系啊，就是阮其实就是尽量因为。公司的一个剧团嘛好，文化团体嘛好，阮想要长久久安尼行落去，除了政府的帮助以外，阮家己嘛爱想办法啦。我毋是咧强调讲政府一定要补助，我只是感觉讲政府在社会功能以及政策的铺排顶头，其实是某种程度，我坦白讲就是失灵去，无互这老的像
阮剧团熬的伊就会当活。啊，伊若有理想的想要继续的吼，啊，伊就无才调，伊就东问西问安尼，凊彩斗斗的。啊，有通活落来，哦，足赞的。啊，活较久的，哦，算伊熬。啊，来活死的，都拄啊好。啊，即个台语强合家庭吼，嘛是安尼啊。你到处要找资源，啊，佫可叫你佫台语导览，啊，佫甲你加钱。你啊，佫有啥物其他的即个台语家庭当中的困难？譬如讲，找老师真困难。吼，找资源啊，找活动，也是因为阮也有去做过一集吼，是会晓讲台语的，掠迄个啥昆堂啊，会见老师啊，现场咧教，就即种，啊，你拢是安怎去找？阮大部分拄开始拢是靠家长，就是啊，啥物人的专长是安尼，啊，阮就请伊开课，比如讲阮美术课。都是找到，这妈妈伊本地都开教室，啊，伊鸡蛋腔讲甲足好诶，啊，阮就规定囡仔做伙去伊遐上课。啊，若是譬如讲倒一个自学生，啊，爸爸本地就是咧做教自学生诶数学，阮就几个囡仔少少诶就做伙去，阮就是先为家己家长内底去斗小报。嘿，啊，豆豆啊有熟悉其他诶老师啊，作者啊，发现讲，哦，作者诶老师，作者诶先生。伊本地就是咧做美术的导览，啊，阮就拜托讲啊，阮最近有一个导览，你敢毋当甲阮斗相共？阮就是安尼豆豆啊创，对。啊有，譬如讲嘛有家庭，因是讲啊，我足介意去台中某一个博物馆，因就逐礼拜拢走去，啊，伊甲因讲啊，阮足介意坐，你袂当找志工，也是有老师特别甲阮解说这物件，啊，讲久了后，即马逐礼拜三下晡拢有固定的一个台语的时间互因，所以是每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想办法。啊，家门敲电话问讲，恁会当甲阮有台语的课无？拢是先去上过课，发现老师袂歹，就问讲你有意愿用台语甲阮教无？啊，会使，阮就家己组一阵，啊，做伙去上课。我必须要先问你即个问题，互其他毋捌接触过台语家庭的人了解。咱的囡仔嘛有学波波摸佛，有，就好好爱上课，好好爱上课。对，啊会发生矛盾未？袂呢，讲老实话，矛盾应该是。你这讲互观众朋友听。好。因为我的囡仔是先为罗马里开始，所以伊早就知影啥物是合音，所以伊咧学波波摸佛的时阵，伊知影迄合音倒开就是安尼。啊，毋过伊就会发现讲，妈妈这个音。好起来，无应该是安尼写，应该是另外一种斗法才对。我讲对，注音有淡薄仔问题，无毋对，啊，去互你发现。点都好。对。啊，而且你学罗马尼，搁学英语，伊迄 phonics 其实学啊足好诶。讲老实话，袂母毋对啦，就是伊惯势就好。啊，因为我有甲外国人问过，有讲恁兜有几啊种语言，你免安怎处理？伊讲。爸爸讲德语就是德语啊，我讲英语就是英语啊，囡仔就是句就知，所以你毋免烦恼，伊句就知。另外还有一个吼，替家长问哦，我做夜市啊，恁这种中产阶级啊，我逐工哦塞大哦，都无闲去早半暝起床，暗时转去囡仔就困去啊，我有法度甲教，啊，我要安怎互囡仔来学台语？逐工对伊讲台语就好，看到伊的面就讲台语。哦，21天你就会当甲即个啊，我看到囡仔讲台语啊，即件代志你豆豆有关系啊。你这21天经过，我看到囡仔，看到恁兜的动物伴嘛讲台语，啊，你就有法度。我是歹势啊，讲你着带去夜市啊内面斗相共。我当然毋是鼓励讲啊囡仔讲啦吼，但是我感觉这语言的环境是天生自然的。哦，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上尾先2-3分钟，互少年人来讲。因为你即马差不多是通会，吼啊，而且吼，阮即个同事吼，还佫是即个过去即个啥文化大赛，吼，伫校园内面咧推动相关的即个活动吼。你认为即摆少年人，除了唱歌啊、跳舞以外，还佫需要啥物物件会当来推广即个台语，对因较有帮助啊？我是感觉。音乐啊，啊，佮有多媒体影音，像一寡短影音，也是一寡戏剧、电视戏剧。这
应该是大部分大家少年人去接触这个台语上方便的工具，对。社群媒体，对，这是上重要的一部分。老师，现在咱社群媒体内面其实大多数90%拢华语呢。对啊，应该唔係90，应该99。对，所以我想要紧就是台语爱转来到生活，台语本来是咱台湾人生活的语言，爱转来到生活，就是爱转来到食衣住行。但即马咱的放伫教育部甲文化部就敢若弱落，其实这点一定要改。哦，这还佫真侪代志通好讲吼，感谢四位，谢谢，谢谢，谢谢。